这里了。你刚才跟我说了几个条件，完全吻合的地方就是这里。你打听到了什么1个月之前呢，这楼上的空房被重新粉刷过，可奇怪的是，1天就能完成的工作，却连续做了3天。这就对了，第一次先粉刷成白色，第2次是因为溅上了红色血浆，所以又粉刷了1次。但是这个红色血浆化学成分特殊，所以又复刷了第3次。可保安说什么都不告诉我，这空房的房主是谁？嗨，搞一段周边的视频不就完了吗？影子，你明知道今天是出来做事的，怎么什么都不带？带了呀，带脑袋。我拿到了，我拿到视频记录了，我拿到视频记录，快跑啊！一并跑，一并跑。说谁预谋的？什么预谋？那天晚上停电是谁趁机跑进来的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是谁给你开的门？谁？嘿，阿林，阿林，快来帮帮忙！哎呀，安林不在了。气死我了！喂，怎么样？下周有没有怀疑吧？没谁呀。好吧，那天我回来拿东西，咖啡，对，咖啡。哎，怎么今天没人冲咖啡啊？赶紧冲几杯咖啡去。好，咖啡。什么呀？啊。哎，这化妆品不错哎。嘿嘿嘿，你看这化妆品不错。就喜欢这个。哎，有线索。什么呀？我们看看。这是什么？夏雪，往后看看。这个就是波波，他不是著名的内衣设计师吗？有一本时尚杂志，经常刊登他的专访啊。对，之前那篇专访我看过。他说他最喜欢那些动作片的女明星。他说这意味着美，意味着健康。最近他好像经常提到的是悠悠。悠悠啊，我的女神。悠悠那身材，哇，凹凸有致，错落分明，哇，我的梦想。我看这个悠悠也没什么，就是身材好点。我还是喜欢波波的内衣设计，这是一种美的体现。心理学有一种说法，如果对悠悠没有兴趣的男人呐，除非你就喜欢男的娘炮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讨厌你娘炮！哎呀，闭嘴！好了。等我们见到波波啊，你们就可以去见到悠悠了。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好好跟他聊聊天了。现在我们要先把波波的照片打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去领悬赏了。把悠悠照片也打一个。哇，我的梦中情人呐！哇，这个照片是我看过悠悠照片里最好看的。土鳖，悠悠比这个好看照片多了。回头你拿个 U 盘，我拷给你。说是谁发来的诱饵？我知道我还不够努力，但是只要让我和大家在一起继续学习，我就一定不会扯大家后腿。你呢？喜欢有新鲜感的东西，好奇心又重，所以我就找了这个悬赏。悬赏？来，看看，这个都是我公司的设计。来，哎，老板，好好看看。来，再看看，给你们真人演示一下。我的设计啊，不光重视美，更注重的是舒服。美能让女性更加自信，舒服能给女性带来健康。当然啊，这个也是跟各位男性息息相关的。这美了你喜欢，舒服了你更喜欢，是吧？老板，
已经到了。让他们进来。好的。好，各位老板，那不用的话，那要不今儿就先到这儿啊？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们送货上门。不好意思，幸会。好，多多光临啊，慢走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啊。请进。你们好。你好，我是偶像俱乐部的夏绝，这是我的伙伴，影子、莫瑶、飞哥，还有安宁。好啊，你们终于来了，等你们来的可不容易啊。那，这是你们的酬劳，一分不少。谢谢。来，这边请。这个悠悠啊，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。这就是悠悠，动作电影女演员，曾经的关注度非常高，每次发博文都能形成话题。悠悠的知名度我们都很清楚，他是个能引爆最终话题的人。再给你们看一段视频，这是悠悠最后的美食直播。Я ж Yo-Yo. Hello everybody, and today I show you so nice and fresh food. Let's go. Look at this. 要是看到自己做的东西被人吃的这么享受，那也是一种动力。 It's amazing and I think it's 对于女人来说，与女人身材息息相关的是美食。女人呢，最在乎身材是否凹凸有致，胸尤为关键。提到女人的胸，那当然就和内衣离不开了。漂亮。因为悠悠职业的特殊性，所以身材保持得非常好，尤其能衬托我们的内衣。所以我就想，能不能做一个关于美食、身材、内衣的活动？出于这个想法，我就找到了悠悠。但是我跟悠悠签完合同以后，悠悠就突然消失了，我哪也找不着她。 所以我非常着急没有办法，我就只能伪装了那个视频，重金悬赏，看看有没有人能通过这个视频来找到我。因为悠悠消失之前，就只留下了这个视频。不对啊，这个视频好像不是他最后一个视频吧？我看后面还有很多。哎，不，我确定，这个就是最后一条视频，因为后面的都可能是别的网站转载过来的。 也可能咱们的观众对他不是特别了解，以为是最近的，但是我确定，这个绝对是最后一条视频。怎么样？你们能不能通过这个视频找到悠悠啊？突然觉得不好玩了。视频找人这种事儿，不是已经玩过了？别呀，这个更好玩。我跟你说，现在问题的关键他不是要找视频里边的谁。 关键是他是在找悠悠，悠悠，你们知道吧？这个是一个多少让我夜晚彻夜难眠的女人，我为她贡献了多少我的人力、财力跟物力啊！对呀，多有动力啊！我的天哪，能别这么俗吗？滚！少数服从多数，这次我支持影子。夏菊啊，你是退不掉了。我也想见悠悠，男人，漂亮。好吧，虽然我们已经玩过了，但是少数服从多数，我就尽量从里面找点乐趣吧。太感谢了，拜托了。
有线索了吗？有发现吗？找了这么多资料，什么发现都没有。喂，莫瑶，你那边有什么发现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说。我查了一下，在我所认识的人里面，只听说悠悠有过一些内衣发布会，而且她的内衣发布会很轰动。我知道啊。等等，你看，这男人怎么老是出现？找到了。这个男人在悠悠的每次内衣发布会上都会出现，而且这个视频里也出现了他的影像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找到这个男人，那应该就能找到悠悠了。找到了，应该就是这里。我宣布，我们偶像俱乐部5缺1的人选定了。恭喜你啊，阿林。不对，夏决说只有找到悠悠，我才算是正式的一员，这不还没找到呢吗？说你笨，你还真的是笨啊！好啦，人都齐了，可以走了，出发。走吧。请问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呀？哎，这有个房哎。喂，你们找谁？我就是路过那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只是听说这家酒店的饭菜不错，所以来看看。还没到营业时间。哦，好吧。顺便问您一个事情啊，这个女人您有没有在酒店看见过？不认识。等你们离开。哦，好吧。这件事，你们怎么看？这个男人好可怕啊！这个男人在说谎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他的身体语言出卖了他。当夏决把悠悠的照片给他看的时候，他看到照片的第一眼，本能的用手指摩擦了一下鼻头，动作频繁。我平时不撒谎，我也这么摩擦呀。当人在说谎的时候，一种名为茶氨酚的化学物质就会产生，从而引发鼻腔内部细胞肿胀，一肿胀就会产生鼻头内部刺激敏感。所以刚才那个男人这个动作就是为了缓解症状。你这人说的这么有道理，那他就是嫌犯喽。那我们直接进去莫瑶，你把他刀抢了，我们把他制服了。人家又不是犯人，怎么可以直接质问他呢？我们也不是警察，要审也轮不到我们呀。要不我们报警吧？我第一眼看这个男人的时候，就有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。你们有没有觉得，这个男人像是一个杀人犯啊？他会不会已经把悠悠给杀了，然后把悠悠的尸体做成肉馅，做成包子，然后给客人吃啊？莫瑶，你什么时候想象力这么丰富了？以前怎么没发现呢？没发现吧？我可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人。哎呦，我的悠悠啊，我们的悠悠啊，悠悠死了，我们俩怎么办呢？人多力量大，快刀斩乱麻。走，走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开战呢？走吧。
有吗？如果我砍死你们！大炮手！ Dear, it's okay. What are you doing? 悠悠，是波波委托我们来找你的。这奇怪的情吗？策划。对，3个月以前，也就是跟波波签约后的第2个星期，在一次活动中，悠悠突然晕倒了。她被检查出得了癫痫症，在刺眼的光和炫目的光环下，就会出现心跳加速、烦躁不安、口吐白沫，直到晕倒。所以，悠悠不想跟波波再继续合作下去。可波波说什么都不同意，还把钱付给了悠悠。悠悠没办法，只能跟波波单方面解除了合作关系。波波一直都以为是悠悠不想跟他再合作了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悠悠只想给粉丝一个更完美的他。I'm not a perfect now. This is just fake. I can't face my fans now. I'm not Yo-Yo anymore. Just leave me alone. I want a normal life with my lovers. 他瞎了吧？对不起。那我们怎么和波波说呢？我们就跟波波说，我们没有找到悠悠。波总，悠悠还没有找到，您怎么就给了夏爵100万呢？夏爵可帮了咱们大忙啊！他帮了我们什么？你看，才几天，咱们这内衣在各大网站啊，这个搜索量全是第1。看咱们那各大卖场、实体店，还有这网店，淘宝、京东，这销售量都直线上升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呀，波总，您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学着点啊！行。哎，不错哈。不错。对了，哎，安利，你这围裙哪儿买的呀？看上去还挺有出娘范儿的嘛。哎，不错啊。这个是夏爵在网上给我买的，说这是我的工作服。欢迎安琳正式加入我们偶像猎手俱乐部。这次能找到悠悠，也算是对安琳的一次考量。还好，安琳很完美的配合我们找到了悠悠。现在我宣布，安琳正式成为我们偶像俱乐部的试用成员。我预祝你早日成为一个合格的试用厨子。哎，不对呀，试用成员？什么试用成员？我之前才是试用成员。你之前怎么能是试用期呢？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免费实习生而已。我抗议！抗议！抗议！抗议就滚出去！哥，最近都没给我打电话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没事，我找到新工作了，放心。啊，你找到新工作了？怎么样？在哪儿啊？你在哪里呢？我怎么听着声音这么吵啊？我在做活动吧。哦，那我先挂了，你注意休息啊。好的，那你也是啊，拜拜。拜拜。相隔太遥远，还是擦肩而过，缘分太浅。没想过结局是暗恋，从一开始就已疏远。相遇相见，等你时间